台车伫1987年伫台南府城做伙行出来，行第一场日日月游行的林宗杰牧师带咱祈祷。要祈祷的进前，敢会使加讲2、3句话？阮大家一世人出来抗议游行，敢捌挂喙暗，一直行到这个所在，毋捌。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在行，是为了什么来行？是要甲对敌讲，阮无少付出任何的代价，要甲对敌讲，阮无少任何的牺牲，阮要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到阮画出台湾人的芳美、尊贵、甲甜蜜。74年前。遐个凶手，遐个加害者，讲因是民族的救星；遐个加害者讲因是祖国，用刀用枪拆散咱每一个家庭，互咱袂记咱是啥物人，互咱毋知咱为什么爱出世伫这个土地。而且活落去的意义价值伫倒位，因毋互咱知，互咱充满对未来的惊行。有侪人退缩，有侪人自我麻把闭，有侪人无去自我鞭策。人类最大的革命是啥物啊？人类最大的革命敢是追找人生意义、人生方向价值以及人生的尊严的革命。历史是革命的接力赛，去争取人生的意义，去超出人生的目的，去超出人生的尊严，这是真正的革命。人类追找人生尊严，人类追找人生价值的脚步，永远毋捌停煞。遐吞食咱的加害者，遐吞食咱的凶手，一直咧将伊的既得利益转型，转去到底，因会行顺顺，甚至要佮将咱背互中国。咱敢无听去？因伫中国在制造脚镣手铐，搁一遍要来吞食咱的台湾。毋过咱每一个人，拢有对抗邪恶政权的灵魂，毋肯对不义的政权来屈服、来妥协。咱每一个人，天下的人，咱毋肯记记苦痛的历史，咱要去重新画出台湾人的芳美、尊贵、甲甜蜜。咱要互全世界对咱用心善、用敬佩、用学习的眼光来看咱台湾人。咱做伙为着咱今仔日伫遮的目标，来继续来奋斗，脚酸去。手麻痹去，网力破去，心力碎去，总是因为这先贤先烈，成做咱最大的激励，因在点倒的灵魂，
温暖咱，指引咱，引带咱，有咱继续勇敢往头前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到咱真真正正独立建国的日子。请咱将咱的双手撇开，为了这个土地来领受，伫天顶的神，倚台湾的神，所要予这个土地甲人民的祝福。伫天灵的倚台湾的神，伫春天要开始的时，我用少年先贤先烈，我用少年血甲目屎所积成的历史，来做阮今年的开始。阮无累死，阮继续要成做这个岛屿，这个台湾的五万甲良心，帮助阮，祝福阮，用你的慈悲怜悯看顾阮，修饰阮智慧，修饰阮信心，修饰阮五万，以及永远白听煞的听心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